仲喺度怪自己唔夠努力，或者成日呻點解身邊咁多小人。其實好多時未必係閣下嘅能力有問題，而係你屋企個磁場，尤其係每日供養全家人嗰個米缸出咗事，好多人上半年做到隻積，咁到頭嚟發現個荷包仲係空寥寥，好似揾錢好似針挑肚，使錢好似水沖沙咁。呢啲就係典型嘅火燒財富。我今日唔同大家講大道理，我直接教大家點樣喺2026年8月7號立秋呢個轉運關鍵時刻，利用屋企嗰個平平無奇嘅米缸，引爆下半年嘅橫財運，幫自己打返身仗。2026年係丙午年，喺五行學說入面係大火之年，上半年木火相生，火氣旺到極點。你回想下呢幾個月係咪覺得脾氣特別容易暴躁，心情浮躁不安，甚至做生意或者投資都係得3分鐘熱度，衝動入市之後就俾人套牢咗。呢啲都係因為上半年嘅火氣太猛，將大家嘅財水同埋金氣燒奸晒。但係去到8月7號嗰晚，天地氣場會發生一個好微妙又震撼嘅轉變，呢個就係立秋。由呢一刻開始，節氣由盛夏轉入金秋，月份亦都由丙午月轉入丙申月。辛金代表收成，代表堅固嘅財富，亦都係我哋講嘅火煉秋金，必成大器。只要把握好立秋交節嗰幾分鐘黃金時間，將啱啱升發嘅金氣引導落你嘅家庭同埋個人磁場入面，下半年嘅財富就會徹底被點燃。講到屋企嘅財富，好多人會諗到保險箱或者銀包，其實喺傳統風水學入面，米缸只係一個家入面最核心第一大財富。古人話無米不聚財，米缸常滿財源廣進。米係土生土長嘅精華，土能生金，所以米缸天生就帶有一種極強嘅聚財同埋生財磁場。而家好多後生仔生活節奏快，平時好少喺屋企煮飯，甚至將米缸當成一件可有可無嘅擺設，或者直接用超市買翻嚟嗰啲膠袋裝米，呢個真係犯咗風水大忌。你試諗下，米代表全家人嘅衣食，如果連米缸都唔講究，財神爺又點會想入屋？要佈好呢個立秋米缸陣，首先要講究材質。你今晚翻去睇下自己個米缸，如果仲用緊塑膠做嘅，或者係金屬材質，甚至係用緊超市原裝個袋，最好喺立秋之前換咗佢。塑膠喺五行入面屬火，火會克金，用塑膠米缸就等於每日用火燒住自己個財富，錢財點會留得住？而金屬米缸金氣過重，容易產生煞氣，亦都唔利於聚財。最理想嘅選擇係陶瓷缸或者瓦缸。陶瓷係由泥土經過高溫燒製而成，屬土，土生金。呢種材質至可以真正幫你鎖住財氣，滋生橫財。形狀方面最好揀圓形或者 D 圓形，象徵住圓圓滿滿，財源滾滾。喺8月7號立秋嗰晚，你需要準備一個全新嘅紅包袋，入面放入8枚全新嘅硬幣。如果你喺香港，最好揀5毫紙嗰種金色硬幣，或者5蚊銀都得。點解要8枚？因為8喺廣東話同埋風水入面都係發嘅同音，而且喺目前嘅8運同9運風水入面，8白左輔星依然係當旺財星，象徵住8方來財。如果你想效果再勁啲，可以喺紅包入面再加少少黃水晶，碎石黃水晶被稱為商人之石，具有極強嘅吸引偏財能量。你親手將呢個裝有硬幣同黃水晶嘅紅包壓喺米缸最底部，然後準備好今年嘅新米，慢慢將個缸填滿。呢個動作喺風水上代表財富，奠基米缸常滿。裝米嘅時候，你可以喺心入面誠心默念：立秋交節，米缸常滿，財富填盈，橫財就手。呢個唔係迷信，而係一種強烈嘅心理暗示同埋磁場啟動儀式。好多時意外之財就係透過呢種細微而強烈嘅磁場轉變引動出嚟。除咗底部個紅包，米缸嘅日常維護亦都有4大禁忌。第一，米缸切忌見底。
平時用到剩低1/3嘅時候就要補貨。米缸見底就代表財路斷絕，家道中落。第二，蓋子一定要蓋好，唔好長期敞開，蓋好先代表財不外漏，守得住財富。第三，米缸絕對唔可以放喺廚房、水龍頭或者洗菜盤隔離。風水學上呢個叫水沖財富，水流會將你積累落嚟嘅財氣通通沖走。第四，唔好直接放喺潮濕嘅地面，最好喺底墊一個木架或者紅色嘅廁紙，象徵住木火相生，財富穩固。講完米缸立秋，當日嘅個人穿着亦都好重要。呢個係第一大漏財大忌。立秋係季節交替嘅大日子，氣場由陽轉陰，金氣開始升發。喺8月7號呢日，切記唔好着到全身大黑色、深灰色或者非常暗沉嘅色衫。黑色屬水，水會泄掉金氣，水多金沉會令你下半年嘅氣場大打折扣，容易招惹病痛同埋小人。當日最宜着黃色、白色或者金色嘅衫。黃色屬土，白色屬金，土生金。咁樣着可以幫你直接吸收天地嘅立秋金氣，令成個人望落去精神奕奕，財神爺見到你都想靠近啲。如果因為工作關係，一定要着深色制服，可以喺口袋入面放一張黃色嘅紙巾，或者帶一條黃色嘅飾物嚟化解。第二大忌係喺立秋交節前後嗰2個鐘入面借錢追債，或者同人嘈大鑊。2026年立秋嘅精確時間係晚上7點38分到7點42分，地支屬於戌時。戌時喺命理學入面被稱為火庫，亦係金氣孕育嘅關鍵時刻，由下晝6點半到9點半。呢段時間係天地氣場交接最敏感嘅時候，你嘅情緒同言語會直接影響到你下半年嘅運勢走向。如果你喺呢個時候同家人或者同事嘈交、發脾氣，甚至係抱怨喊苦，呢種負面情緒會瞬間污染你嗰個人磁場，代表下半年運勢坎坷，小人黏身。尤其唔好喺呢日借錢俾人，亦唔好死醒爛打咁追債，甚至連用手機轉債俾人都盡量避免。喺命理學上呢個叫散財之上，意味住你將下半年嘅財氣主動拱手讓人。第三大忌就係廚房同雪櫃空無一物。頭先講過米缸係財富，而廚房同雪櫃就係家入面嘅聚寶盤。喺立秋呢日，雪櫃入面一定要塞滿新鮮嘅嘢食，好似新鮮水果、牛奶、雞蛋同埋蔬菜。廚房嘅炊具亦要保持清潔充盈。如果立秋當日你屋企雪櫃空立波，廚房冷冰冰，呢個叫空庫，預示住下半年連物質嚟罰。仲有，如果嗰日要打掃屋企，記得打掃嘅方向一定要由外向內掃，由門口或者露台向客廳中心掃入嚟，呢個叫聚財入屋。如果你由客廳掃向大門口，就等於將立秋啱啱進門嘅財氣通通掃出門口垃圾。最好喺立秋前一日倒晒佢，立秋嗰日盡量唔好倒垃圾，將財氣留喺屋企入面。講完招財秘法同禁忌，我哋再睇下12生肖喺立秋之後嘅運勢洗牌。首先要恭喜屬蛇嘅朋友，立秋之後你哋迎嚟咗地支巳申六合嘅超級大吉格局。六合代表極強嘅貴人運同埋合財之象。上半年你哋可能覺得做嘢好似俾人共手共腳，付出10分努力先得3、4分收瓜，甚至仲要面對唔少誤解同小人挑撥。但立秋一過，丙申月金氣當旺，你嘅貴人運會瞬間爆發，無論係工作事業定係理財方面，都會有貴人主動伸出援手，甚至為你帶嚟一手嘅賺錢資訊。如果你打算創業轉行或者發展副業，立秋之後係你最佳嘅起步時機。下半年嘅橫財運極強，尤其係8月同9月，好大機會有一筆意想不到嘅獎金或者投資收益入賬。屬雞嘅朋友亦都好旺。立秋之後進入咗辛酉同氣嘅金旺格局，雞喺地支入面屬酉金，同立秋之後嘅新月雙金相會，金氣充盈到極點。
呢個意味住你下半年嘅工作能力同領導力會得到全面爆發，你嘅才華同努力終於會被上司或者大客戶睇見。特別係做銷售、做生意或者自由職業嘅屬雞朋友，下半年嘅訂單同客戶會呈現直線上升嘅態勢，正財極旺，帶動埋偏財，亦都非常順暢。你只需要記住一個原則，就係主動出擊，切勿猶豫。只要你敢諗敢做，下半年一定可以鐵底翻盤。屬鼠同埋屬龍嘅朋友喺立秋之後，同新月形成咗申子辰三合水局，水喺命理學上代表財富、智慧同靈活性。你哋喺立秋之後，頭腦會變得非常清晰，商業敏捷度大大提升，會喺大家唔注意嘅地方發現全新嘅商機，特別係網絡電商、金融投資或者跨界合作領域。下半年要多參加社交活動，因為你嘅財富同貴人往往就隱藏喺朋友聚會或者商業交流入面。屬龍嘅朋友下半年財富大開，適合進行中長期嘅資產配置，為未來幾年奠定堅實嘅財務基礎。至於運勢平穩，能夠穩中求勝嘅生肖有屬馬、屬羊、屬狗同埋屬兔。屬馬嘅朋友立秋之後自意運平穩向上，雖然未必有突如其來嘅巨額橫財，但正財運非常穩健。只要按部就班咁工作，下半年公司會有加薪或者發放豐厚專案獎金嘅機會。理財方面宜守不宜攻，揀翻定期存款或者國債呢類穩健型投資就最穩陣。屬羊嘅朋友立秋之後情緒會平靜好多，天地氣場嘅轉變會幫你立平上半年嘅煩惱，下半年仲會有唔錯嘅桃花運同人緣運。單身嘅有機會遇到條件優越又體貼嘅另一半。二份嘅夫妻感情和睦，另一半仲可能會喺財運上為你帶嚟驚喜。屬狗同屬兔嘅朋友立秋之後嘅運勢屬於先難後易，立秋啱過嗰2個星期，你可能仲會感受到上半年嘅殘留壓力，例如進度受阻或者開支增大，但只要過咗8月中旬，運勢就會顯著回升。下半年適合考取專業證照或者學習新技能，將會為你未來嘅競爭力打下堅實基礎。最後要特別提醒3個喺立秋之後需要提防破財同小人嘅生肖。首先係屬虎嘅朋友，喺地支入面，虎為人木，同新月形成咗人身正沖，沖代表動盪、變化同埋衝突。你可能會感覺到身邊環境發生劇烈變化，例如職位調動、公司人事變革或者居住環境搬。喺健康方面要提防交通鄉傳同手腳受傷。化解方法係立秋前後主動去洗牙、驗血或者捐血。喺風水上呢個叫主動破血光，可以有效化解意外受傷同破財嘅磁場。投資方面切勿聽信所謂嘅內幕消息簽合約，要反覆核實條款。身邊可以佩戴一個豬形嘅飾物，因為人亥相合，豬可以合住老虎個沖氣。第二個要注意嘅係屬豬嘅朋友，立秋之後進入咗辛亥相害嘅格局，亥代表傷害、背叛同小人中傷。下半年工作上可能會遇到口蜜腹劍嘅同事，表面同你稱兄道弟，背後就去老闆面前講你壞話。化解方法就係低調行事，謹言慎行，唔好喺社交平台過度炫耀自己嘅成就或者家庭幸福，說話留3分，唔好輕易透露自己嘅底牌。遇到狗粉，盡量退一步，海闊天空，多去寺廟走走，吸納正能量嚟化解身後嘅小人磁場。第3個係屬猴嘅朋友，立秋進入新月係你哋嘅值月，俗稱自刑或者本命月。下半年情緒容易變得非常浮躁，心情起伏不定，經常會因為一時衝動而做錯決定，尤其係消費同埋投資方面，容易出現衝動中或者情緒化投資。化解方法係多接觸大自然，吸取木氣同水氣嚟平復躁動。當你想買貴重嘢或者做重大決定嘅時候，強迫自己冷靜3日，或者揾專業人士商量下。
咁樣可以大大減少因為衝動帶嚟嘅財產損失。除咗米缸秘法，我再加碼送大家一個全屋接金水，招財陣適合所有生肖使用。喺8月7號立秋嗰晚，大家可以喺自己客廳嘅西南方擺入放杯乾淨嘅清水，最好係種泉水或者井水味，並喺水杯入面放入6枚硬幣。喺2026年丙申月，西南方係極旺嘅財位，水代表財，六屬金，金生水，呢杯就係金水相生財水。將呢杯水擺喺西南方，連續擺7日之後，將水倒入屋企嘅植物入面，硬幣收好保存。呢個陣法可以迅速淨化成間屋嘅磁場，將立秋嘅金氣同財氣源源不絕咁引進入屋。各位朋友，風水命理唔係迷信，係古人幾千年嚟對大自然氣場運行規律嘅智慧總結。天地萬物都有磁場，人亦都有磁場。當你識得順應天時，喺正確嘅時間做正確嘅事，你嘅運勢自然就會順風順水，事半功倍。上半年無論你過得點樣都已經成為過去，立秋就係一個全新嘅起點。只要你懷住一顆積極、善良、感恩嘅心，配合我今日教你嘅方法去調整自己嘅磁場同埋家居風水，我深信你喺下半年一定可以迎嚟屬於你嘅財富大翻身。大家一齊努力，將好運帶翻屋企。